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4月28号。這一期咱們繼續胡聊胡适、胡威還有胡一金老師。今天胡適走勢可以說是毫無方向，向上沒有信心，向下有不甘心，而每一局勢現在也是處於一種焦灼，往前一步，往後一步，說不定就是風平浪靜，繼續封鎖。所以說，資本市場一下成了無頭的蒼蠅，尤其是胡適。4月28日。A 股三大指数集體下挫，截至收盤，上證指數跌 0.19%， 深圳成指跌 1.1%， 創業板指數跌 1.43%， 北證50跌 2.65%， 全市場成交額 2.55 萬億。這個成交額說多也不多，說少也不少，比上一個交易日成交額縮量500億。但是今天对散戶來說，金融消費者來說是相當不友好的一天，因为3600只个股下跌，1700只个股上涨，跌多涨少。昨天是涨多跌少，但是昨天好像是一半的股票涨幅是在 0.6% 以下。那今天恐怕就把昨天那点涨幅又抹掉了，還倒貼了一點。什麼原因？剛才已經說了，往上它沒底氣，往哪兒走？畢竟是沙灘上建高樓，往下呢是不甘心。這個節前還有2個交易日，恐怕也就這樣了，震盪。具體方向要等到節後再說了。畢竟五一小長假，特朗普那很難琢磨到，這時間畢竟有點長。為了過一個祥和的這個假日，很多散戶現在也選擇不動，也不敢賣，煎熬。我們看看專家是怎麼看待胡適的。劉繼鵬稱，好的股市得讓大家都能賺到錢。劉繼鵬大家知道，咱們證券市場的一個專家，也經常對證券市場發表自己的看法，觀點也比較這個獨特。4月28號，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劉繼鵬表示，當前企業大股東上市後一心只想在二級市場減持套現，本質上是存量財富的分配。劉繼鵬認為，資本市場若不創造增量財富，全靠減持存量財富牟利，那就是在割韭菜。專家好像剛明白，我感覺劉繼鵬他在股市4000點之前，他很多主張是吧？要把它搞到4000點，搞了4000點就怎麼樣是吧？經濟就好了，大家手上財富就多了，消費就好了，是吧？這個我記得咱們節目介紹過很多回。這劉繼鵬他自己他也不避諱，他經常說。所以他有個外號叫劉4000，這是他自己說的，也就是他在過去咱們長期在3000點來回徘徊的時候，劉繼鵬的觀點就是一定想辦法把指數搞到4000點。理由有很多，搞到4000點有什麼好處呢？刺激消費。那我們資本市場對吧，在4000點已經有1年了，我記得不太清楚，應該有1年了，上了4000點震盪，那消費沒有刺激，反而是吧越來越萎縮。社零數據一個月比一個月難看，最現實的例子就是胡一金老師抄底70萬，那多少是賺了錢的，他怎麼不消費呢？那胡一金老師賺到錢了，對不對？跟劉繼鵬還一起做過節目，說我不賣怎麼割韭菜，一語在資本圈不就成名了嗎？結果以胡一金老師為例，他這個在資本市場賺錢了，他也只買了5件 Polo 衫，吃拉麵頂多加一個雞蛋。所以我想，劉繼鵬這樣的專家，在這個指數上了4000點以後，到現在回頭看一看，真的是沒有什麼好處，反而這種弊病，各種各樣的醜惡現象是越來越多。我不知道這個專家恐怕看了之後也是心寒，所以現在跑出來喊，這在割韭菜，多多少少說明專家對資本市場更多的是在理論上面，在制度層面，他關注的多一點。但是在實務這一塊，這個上市公司是怎麼運作的？是他開始從註冊開始就準備要上市，上市就準備套現，準備就混成綠票子去海外。人家早就這麼，這是一條產業鏈，這是一條生產線。這專家不知道，到今天才明白嗎？我們天天說這個市場是叫零和博弈，零和博弈實際上是負的博弈。為什麼？什麼叫負的？說你這個市場不僅不能創造價值，反而還好多內耗的，比如說印花稅，比如說交易的這種佣金費用，這是要抽走的。上市公司在這兒增發，在這兒發股票，錢拿走了，從這市場拿走了，去不知道幹啥去了。
所謂的新項目，這個錢是從市場給抽走了，這都是抽血。本來是上市公司，它這些蘋果或者是英偉達、谷歌那種瘋狂賺錢又回饋股市，那這個市場它是在增長。但是不是的，咱們很少有這樣的企業，真正說賺很多錢來回馈的，我估計就是茅台或者是有些銀行股，没辦法。當然了，資本市場也有估值炒未來、炒預期，就是估值上升也可以。但是我們這個估值大部分都是講故事，故事一講完一地雞毛。生產火车廠的說他要搞算力，要搞芯片；搞園林的，他說他要搞光伏、刀片電池、固態電池。以後搞墓地的，他也说他搞人工智能。那你說你受得了嗎？就這種講故事，這專家現在說資本市場是存量財富分配，現在才看明白是吧？是零和博弈，是負的博弈。這個市場是什麼一個市場？我跟大家解釋一下。你只要搞個企業，從現在開始，你注冊一個企業，3年的發展還不錯，不要說3年，你就第1年，你發展的只要不錯，那麼就有券商，人家就盯上你了。券商就會上門找你。有的企業創始人他在創業的第1天就想着就是上市敲鐘。上市幹什麼？財富自由。那上市怎麼就財富自由？那就套現，對不對？這不就財富自由了嗎？一套現都幾十億上百億的。所以很多企業創始人第1天他的夢想就是上市敲鐘財富自由。但是也有人剛開始是為了事業，他沒想過什麼財富自由，什麼上市，人家也是實打實的創業。但是你只要你這個企業幹得還不錯，就有券商、戰投部的或者叫投資部的投行，人家就找你，開始跟你勾搭了，你是他的一個客戶，開始培養了，問你有沒有意向上市，未來資本市場運作想不想？你即便是剛開始很單純的創業者，想着是好好搞業務，怎麼樣什麼搞成全國第一或者細分賽道第一，那經過這些券商這一忽悠，明白了，也就是說，只要你這個企業還有點起色，馬上就有人找上門。何況還有些企業他一開始就準備上市的，他就是奔着上市去的。那好了，跟券商一拍即合。當然你这個企業確實做得差，有今天沒明天的，那也就算了。好了，接下來就開始簽協議，各種輔導，3年又一期的報表，怎麼美化，怎麼去當地證監局去掛號，也就是說要培養，我們要準備上市了，當地證監局馬上也可以給人輔導，地方政府甚至知道了你要上市，好，地方政府也會給你各種開綠燈，各種資助，這人家上來就是奔着上市去的。等到好，這個差不多了，這1級市場就開始啟動，就有人往裡投錢了，戰投就來了，戰投對賭來了，給你投10個億，你拿這10個億幹啥去？先給老股東每個人發點錢，改善一下生活，大家在這扛了3、4年不容易，再拿着錢去搞數據。所謂的佔領市場，那數據不就好看了嗎？這個時候就要，這差不多就要去註冊了，要去 IPO 了。IPO 之前就有各路神仙聞風而來，嗅着味道就來了，也要參與一下。這些神仙是來搭便車的，幹正義的出點錢，你給他多少1%的股份，2%的股份，人家搞個白手套一持股，行了，你上市一上市賺30倍，人家套現。不顯山不漏水的幾個億就賺走了。大股東一上市之後要禁售36個月，也就是3年不能賣。這個大股東如果你對你的公司有信心，他就不在乎，3年以後再賣。但是有的人累了，你知道吧？大股東他上市的過程中就已經借了好多錢，各種做業績刷單，各種都要耗錢了。因為你把你的營業額做大，實際你沒有，對不對？你做大之後你不要交稅嗎？稅就交出去了。電費亂七八糟，這個費用很大呀。終於上市了，累得血都吐出來了，這邊扛不住了。但是你還讓我36個月之後才能賣，怎麼辦？大股東很簡單，立馬把他的股票反手押給銀行。他目前是20塊錢一股，他押給銀行就是10塊，銀行就給他貸款了，股票就押給銀行了，30個億，銀行給他15億。錢到時候他幹什麼？把他因為上市到處借的錢，他給他還一還。都是這麼玩的。大部分上市公司，我不能說所有，對不對？所有的你說的有點絕對，大部分上市公司都這麼玩。這個教授說了，說你大股東不要減持，你開玩笑，你不讓人減持，人家拿什麼錢還銀行的錢？這麼一路上市花了多少錢？他拿什麼還？靠上市公司分紅，他的公司能不能扛得住都不知道，對不對？
人家一上市之後就想着整个公司都賣掉都行，只要你願意。所以說這個老外的到了中國，他就搞不明白，說根本就買不完。我只是想炒股，我只是想投資，這大股東想把公司賣給我，那可不，人家是1塊錢一股，現在賣40，能不賣嗎？所以你各種什麼減持政策，不讓減持，各種籬笆沒有用。為什麼呢？就是利潤太高了，我這是1塊錢拿的，現在40，你不讓我賣，那得想方設法賣。所以什麼離婚、變相減持，為了減持還有好多通過法院。我現在資本市場、證監會、交易所不讓我減持，我是大股東，那行，那我找個人打個官司，說我欠他4個億，這個局很好做，找個人打官司，我欠他4個億，一打這官司肯定輸了，法院就前置，你這不有股票嗎？不好意思，馬上就凍結拍賣，市場一賣4個億給對方了，那對方把那4個億拿了給你，或者怎麼着的，這錢不就出來了嗎？怎麼還不讓賣？人家人減持的辦法有4萬多種，就是看哪種成本小而已。所以你看這個專家現在才如夢初醒，才知道這叫存量財富分配，這是在割韭菜。這就是為什麼監管部門現在的吧，天天嚴監管，斬牙帶刺，什麼傾家蕩產，管了2年，你看看，剛開始是不是大家的群情激憤是吧？覺得好了，但是管了2年，你看現在每天還有大量的違法犯罪。看今天又是9家 A 股集中暴雷，立案核查，披星戴帽，業績大變臉。晚間 A 股公告扎堆爆出重大利空，整整9家上市公司集體踩雷，風險集中釋放，投資上一定要注意繞道避開。這叫對散戶來說，這叫防不勝防。你看什麼中堅科技、百奧化學同日披露，當日收到證監會下發的立案告知書，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違法違規，證監會決定對其立案調查。你怎麼為什麼就查不完？沒有辦法杜絕，歸根結底就是利益太大了。這個利益比販毒的利益都大得多啊！販毒槍斃都還有人去販毒，這玩意兒又不槍斃，完了利潤比販毒還大，那你說你能禁止得了嗎？所以說你要聽專家的，那這個市場一定會被治理的亂七八糟。專家應該想一想，為什麼全球這麼多資本市場，就你這個資本市場是奇葩，獨一份，什麼原因？當然了，如果說這個狀況專家也改變不了，這個咱們也不能強人所難，專家也不敢說，這個也不能強人所難，那你專家就行行好，做點好事，就不要忽悠那些小白，拿着存款，拿着賠償金，拿着失業賠償金跑來胡市來發財，來做夢。你應該勸那些人遠離胡市，這也算是功德一件，是吧？你改變不了這市場，那就勸更多的人迷途知返，而不是忽悠，說天天說牛市，指數牛市，現在10年一遇，20年一遇，忽悠這些小白，拿着錢進來，一頓什麼操作猛如虎，最後鱷魚變壁虎啊！你看看這個新華社報道說，韓國前總統尹錫悅妻子金建熙涉嫌操縱股價、收受賄賂等罪行一案，2審被判有期徒刑4年，對不對？前總統夫人操縱股價被判刑，這個我倒是覺得胡適可以學一學啊。所以韓國股市創新高，那也是有原因的。我們經常提倡什麼叫長期資本，是吧？長期投資，不要短線操作，要選一隻好股票，就拿着它，等着它下蛋，等着它分紅，是吧？等着股價漲。這一招理論上都是對的，但是在胡適這一招它就是不管用。剛才專家劉繼鵬說了，說一個好的股市得讓大家都能掙到錢。胡適應該是36年了，這36年來有多少人註冊，多少人開戶了，有多少人參與了？我覺得這個數應該有。但是36年來到底有多少散戶，% 幾的散戶賺錢了？這個是很重要的。這專家都說了，好的股市得讓大家都能賺錢，咱也別說都能賺錢嘛，讓一半人賺錢，行不行？你現在能做到嗎？一半人賺錢，1/10都做不到，1%有可能。你是那個1%嗎？
36年來，所以剛才說的長線投資啊，這裡要介紹一個故事。這個故事我看了跟這個建功爺叔一模一樣，一個真實股民的命運。聽完你可能都不敢相信。有個上海的老股民，當初27塊錢買的綠地控股，就是那個暴雷的房企啊，現在房價只剩1塊3毛5，那很正常，它暴雷了嗎？他總共投了57萬多，虧了95%，賬戶裡只剩下不到3萬塊了。你可能會問，這怎麼可能虧這麼狠？但這就是真真實實發生的。你想象一下，建功爺叔買的上海建工，現在好像2塊7，高的時候好像也是16，不一樣嘛。時間回到2015年，也就是11年前，那是 A 股有名的疯牛行情，比去年924那波熱鬧多了。他就是那個時候被吸引进來的。你看2015年牛市进來的，跟現在的新韭菜一樣。當時綠地控股正好借殼上市，又是房地產龍头，市值一度冲上3000億。他一激動，在27塊的位置一把梭哈了57萬股，57萬多元，就是滿倉買入。買完後由27塊漲到了35塊，賺了點錢。但是在那個氣氛下，一股才賺8塊，那叫什麼事啊？小意思，那點利潤誰看得上啊？心裡想的全是再漲一漲，要翻倍，牛市，對不对？27塊買的，漲到了35，結果做夢都沒想到自己站到了山頂上，還是最尖尖的那個頂。之後股價一路下跌，偶爾反彈一下，離它的成本價也差着10萬8千里。這不就跟爺叔是一樣的嗎？一模一樣，這散戶都這樣。爺叔買那個建工，股價翻倍他都沒走，一直持有到現在，變成2塊多。他現在夢想着到3塊8解套，不知道資本市場會不會給他這個機會。他拿了16年了，這爺叔80多歲了，往後的時光也不多了，就是解套了，你說又能怎麼樣？很多人覺得做中長線簡單，拿着不動就能賺錢，太天真。拉長到3、5年甚至10年，真正能賺錢的人10個裡頭也只有一個都算多的。我们再看一個大 V， 今天我看網上一個報道，那個有個大 V 叫劉吉手，說炒股讓他妻離子散。有網友問炒股相關問題，劉吉手回應說炒股讓他妻離子散。隨後又有網友問他300萬還了沒，劉吉手回應我還點贖罪券行不行？就是拿我上一次話題，就相當於我還1萬塊錢，一次1萬塊錢，我欠人家300次，拿上我這300次，我這個賬就算平了。但是他具體的他說怎麼炒股讓他妻離子散他沒說，總之炒股讓他妻離子散。自媒體賺點錢全部在資本市場讓人割了。我們再聊聊胡鑫老師，今天好像沒有對伊朗的局勢發表評論，因為他實在是沒有辦法再說了。因為胡鑫老師從剛開始堅決不承認伊朗會談判，認為伊朗會一直打到底，支持伊朗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封鎖的好，把霍爾木茲海峽武器化，是吧？形成一個叫什麼非對稱優勢，這就是胡鑫老師說的。到後來沒辦法承認伊朗在談判，但是伊朗在耍美國人，把美國人耍得团团轉，又是放美國人鴿子。到最近這個事實一再打臉，胡鑫老師確實沒法再洗了。這個朗子的外交部長已經就恨不得就跪下求人家談判了。那特朗普說我不談了，我給你留個電話，你想明白了給我打電話，別跟我玩立個愣。一會兒給巴基斯坦送一份，讓說巴基斯坦傳話，一會兒給又送一份，又讓巴基斯坦傳話，也挺累的，你自己表演就是這個意思吧？現在到處托人傳話，希望美國開放霍爾木茲海峽，咱們都別封鎖了，開放就這意思。敬酒不吃吃罰酒，所以胡鑫老師恐怕也不好再洗了。還怎麼說呢？而且現在明顯伊朗內部的內鬥是越來越激烈，都已經快寫到臉上了，尬洗。胡鑫老師再洗那就是尬洗。即便是胡鑫老師這麼經驗豐富的，從事了幾十年，一輩子從事宣傳的這種顛倒黑白的這種老手，現在面對朗子的這種令人啼笑皆非的操作，也是束手無策，那乾脆就先歇會兒。所以我們看一下胡鑫老師鼓掌歡迎支持伊朗，
拿霍爾木茲海峽武器化，這是胡金老師原話，對不對？支持伊朗拿霍爾木茲海峽封鎖來对抗美国。我们先抛開什麼油價、通脹，是吧？這一大堆的先不說，我們就說一說那些無辜的海員、船員。今天我在網上看到一個中國的船員寫的一個文章，這個真假難辨，但是我看他地址應該是在卡塔爾。他說，來自被困霍爾木茲海峽的一名普通船員自述。文章寫於4月21號。他說，今天是2026年4月21號，是被困霍爾木茲海峽第52天。我是一名普通的遠洋船員，此刻正站在2萬多噸的滾裝船頂層甲板上。滾裝船，它這個船是裝汽車的，新能源汽車或者之類的，望着霍爾木茲海峽的海面發呆，海風裹着鹹澀的氣息，拍在臉上，帶着幾分刺骨的涼。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這裡，新聞裡每天播報的都是油價漲跌、地緣博弈，可沒有人真正在意這片被稱為能源咽喉的海域背後，還困着一群想回家卻下不了船的我們。我們船本是往返如中東如國內的內外兼營滾裝船，載着汽車穿梭在這條全球最繁忙的石油運輸通道上，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我早已習慣了海上的孤獨，習慣了靠岸時短暫的喧囂，習慣了通過視頻和家人說一句一切安好。可這一次，我們猝不及防被困在了這裡，困在了美伊博弈的夾縫中，困在了油價瘋漲的狂歡與恐慌之外。每天清晨，我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檢查船舶設備，而是打開衛星信號，刷一刷最新的新聞。鋪天蓋地的都是霍爾木茲海峽通航受阻，布倫特原油價格高位震盪，摩根大通警告油價或衝120美元每桶的消息。專家們分析着地緣風險對全球能源市場的衝擊，商人們盤算着油價漲跌帶來的利潤與損失，各國政客博弈着海峽的控制權，仿佛我們這些被困在船上的人只是這場能源博弈裡無關緊要的背景板，是可有可無的旁觀者。這個就是一個天大的諷刺，就是這些人實際上在風暴眼的中心，霍爾木茲海峽的中心，那兒正在打仗，伊朗人的小摩托艇在海上跑得飛起，結果他們也是要打開衛星這個信號，也是看刷手機來知道發生了什麼。但很多被困的海員刷手機，看到胡一金老師呼籲伊朗人把霍爾木茲海峽武器化，封堵霍爾木茲海峽，然後獲得所謂的什麼不對稱優勢。我也不知道這些人是怎麼看待胡一金老師的。胡一金老師在呼籲在支持伊朗拿霍爾木茲海峽做武器的時候，恐怕也沒想到，不知道有沒有想到這裡困了很多來自大國的船員。可只有我們自己知道，我們不是旁觀者，是這場博弈最直接的受害者。霍爾木茲海峽承擔着全球25%的石油和20%的液化天然氣運輸，這裡的每一絲風吹草動都牽動着全世界的神經，卻沒有人問一句被困在這片海域的近2萬名船員過得好不好，能不能回家。我們的船像一葉孤舟，拋錨在錨地，周圍停泊着數百艘和我們一樣的船只，大家都在等一個不知道何時會到來的通航通知，等一個能踏上回家路的機會。船上的日子一天天變得難熬，起初我們還能靠着儲備的物資維持正常生活，可隨着滯留時間一天天延長，新鮮的蔬菜和水果早已耗盡，我們只能省吃儉用，靠着罐頭和乾糧度日。更讓人揪心的是，補給變得越來越困難，附近港口因局勢緊張屢屢遭襲，物資價格飛漲，一斤芒果賣到30多美元，一箱純淨水價格翻了10幾倍。即便如此，也很難買到補給品。有同事開始從空調裡收集冷凝水，在舷邊
捕魚，靠這種苦中作樂的方式勉強維持着基本生活。比物資短缺更折磨人的是精神上的煎熬與恐懼。每天我們都能聽到遠處傳來的炮火聲，看到頭頂盤旋的戰鬥機和巡邏的艦艇，高頻無線電裡時不時會傳來附近船只遇襲的求救信號，那種隨時可能被波及的恐懼像一塊巨石壓得我們喘不過氣。有一艘科威特油輪就在不遠處被導彈擊中起火，我們眼睜睜看着它燃燒，卻無能為力。還有船員在滯留期間不幸離世，就在船上離世了，因為無法靠岸，遺體只能和我們這些活人共處一船，那種絕望是常人無法體會的。這胡一進老師能體会。我從事远洋航運5年，跑過各種航線，見過狂風巨浪，見過惡劣天氣，卻從未像現在這樣無助。我想家，想家裡的父母，想妻子煮的熱飯，想孩子叽叽喳喳的吵鬧聲。每次和家人視頻，我都要強裝鎮定，笑着說一切都好，很快就能回家了。可掛了視頻，眼淚總會忍不住掉下來。我知道家人在屏幕那頭比我更擔心，他們每天刷着新聞，生怕看到關於霍爾木茲海峽的壞消息，生怕看到和我相關的任何危險。說船上的同事們大多和我一樣，有人剛上船不到4個月就遭遇這場危機，每天都在焦慮中度過。有人已經遞交辭職信，明確表示拒絕穿越霍爾木茲海峽，哪怕放棄這份工作也要保住自己的性命。還有人因為長期的恐懼和等待，精神已經瀕臨崩溃，我們只能輪流照看，陪着他說話，緩解他的焦慮。國際運輸工人聯合會的求助熱線成了我們唯一的慰藉，可遠程的心理支持終究無法驅散我們內心的絕望。我們需要的不是安慰，是能回家的機會。全世界都在盯着油價，盯着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航狀況，因為這關乎全球經濟，關乎能源安全。可沒人知道我們這些船員每天都在經歷着怎樣的煎熬。我們不是冰冷的數字，不是能源博弈的棋子，我們是兒子，是丈夫，是父親，是一个个渴望回家的普通人。我們不在乎油價漲了多少，不在乎誰贏了這場博弈，我們只在乎能不能早點靠岸，能不能早點見到家人，能不能結束這場無休止的等待。這個答案都問胡一進老師，胡一進老師肯定說，如果不是美國打擊伊朗，伊朗怎麼會封鎖霍爾木茲海峽？所以最終還是責任在美方，一切責任在美方。好，我們這期節目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